没事没事。没事啊，宝宝。王太太，让您久等了。这个是我先生许幻山，幻山，这是王太太。你好，王太太。长这么帅呀，这得看严点哦。坐坐坐。王太太，顾家经常说你照顾我们家孩子，我们2个人特意过来谢谢您。好了啦，说正事儿吧，我还约了别人打麻将呢。上回说你们家是放炮的是吧？啊，呸，这词儿不吉利，不吉利。我们家是放烟花的，我先生是做烟花设计。啊，那放一场拿得出手的值多少钱呀？王太太，我不明白您指的拿得出手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一般的活动呢，大概30-50万到100万不等，大型的活动那就得看具体了。那咱们就这样。这是入园的登记表，啊，这行。家长能为幼儿园提供什么，就写1年1场烟花秀。这个要写这么直接吗？到处禁放，放不放那都是后话了。这是你们的姿态啊，也是你们的实力。说白了，什么面试啊，抵不过这行字的内容。谢谢啊，王太太。行，走了。我们还说要请您吃顿便饭呢。下回吧。走了，许先生，拜拜。下回给我们机会啊。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莫奈要知道他的画挂在这主家墙上，那能气活过来。哎，儿子这一口可贵了。人家说了，写上去就是个意思。你早知道顶级幼儿园这路子，不去也罢呀。都一样，现在好一点的教育资源都是拼家长。这哪是拼家长呀？这拼家底儿吗？那你看那栋楼的孩子，大部分都上了那个幼儿园，从小学到高中全都是双语教育。咱们什么时候把徐子言送出国都不会有障碍。他干嘛非得拼这个嘛？老公，许幻山，徐总。人家王太太好不容易帮咱们想出一个办法，不想就这么放弃。那咱们为了儿子的教育，就得踮起脚尖来够一够，总不能现在弯起膝盖就退一退吧？你说呢？那我不是心疼你颠久了不累吗？那你还跑那么快？我不是有你这个肩膀靠吗？好，别给我灌迷魂汤了。回去，我就把这表格填了。谢谢徐总。来，下去。书包，来，你也把书包背上。早上好。哎，早上好。儿子，快跟老师打招呼。Hello。哇，情绪这么好啊！一天上幼儿园这么开心啊！您是不知道，他在家已经兴奋好几天了。哎，木子妈妈早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班新来的小朋友徐子言，这是子言的妈妈。啊，你好。这位是木子妈妈，她是我们班家委会的会长。这开学大半个月了才入园啊？对，也是刚刚才办好入园手续。行了，2个小可爱，跟老师上课去吧。啊，木子，好好照顾子言啊。嗯。你就这么空着手来的？之前准备好的东西已经提前送进去了。虽然咱们这个班刚成立不久，但是有个传统，就是新来的小朋友们要给大家带 cupcake， 而且必须是妈妈们亲手烤制的，上面呢要有小朋友们的名牌，
这样孩子们在发蛋糕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认识了。这个传统真的挺好的，不过我今天第一天来也不知道，也还没准备。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顺序，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家就住隔壁的君悦府，我现在回去准备，午饭前应该来得及。你们家住君悦府啊？嗯，那小朋友们的名单你没有吧？还没有。这样，我加你个微信啊。好呀，回头发给你。谢谢啊。咱都一个班的，客气什么？哎，木子妈妈，园长找你呢。哎，马上过来啊。谢谢。儿子进去了。啊，进去了，我特别乖。饼干送进去啊。哎，饼干不用送了，他们要做蛋糕。这不是今天早上你刚做的吗？是你别管了，这些我来安排。这饼干呢？你拿回去给公司同事吃吧。行。木子妈妈，看来你手艺不错呀。啊，之前特意学过一阵子。我帮你拉到咱们班的家长群吧。哦，一共有2个，一个有老师，一个只有家长。哦，对了，到时候你可备注一下啊，发消息前一定要看清楚，别发错了。因为有些事儿、有些话也不能让老师们都知道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我都听您的。今天还要谢谢您啊，要不是您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幼儿园还有这个传统。就跟我甭客气了，以后啊，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好，那过2天的美食会，你能帮上忙吗？我听你的安排。小朋友带回去。你们是新转过来的吧？啊，对了，我们是王太太给写的推荐信。我知道了，王太太的朋友啊都不是凡人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个蛋糕做的多好啊，这上面都有我们幼儿园的 logo。宝宝，癫痫症啊，这么严重的病？这木子妈妈可真行，这么快就新建了一个群，群里没有老师，没有楠楠家长，她在征求大家意见，想让楠楠退学。为什么呀？癫痫又不传染。她是说幼儿园有责任，不应该隐瞒病情。还说下次怕发病的时候吓坏其他孩子，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。是啊，哎，儿子怎么样？没吓着吧？怎么可能没吓着？今天被吓坏了。你别说儿子了，今天我都被吓坏了。可能是没什么心理预期，我也第一次遇见这个病，是挺可怕的。
那你怎么想啊？我当然不同意投这个赞成票。你说的对，凭什么逼人孩子退学？楠楠她爸爸在群里解释了，说孩子有这个病是因为当时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，导致缺氧性脑损伤，俩人活下来也真是命大。他爸说这几年一直都在治疗，也有好转了，这些年也没发过病，所以才让幼儿园老师保密，就是想给孩子一个正常的教育环境。我看看，你看，你们这群里面就没有人声援一下呀？原来那个群里只有老师道歉，都没人说话。你看这另外一个群里，发生的家长都赞成楠楠家退学。太不讲道理了，这。我去看看儿子啊。是谁不睡觉啊？我，妈妈，我害怕。怕不怕？妈妈在这儿陪你呢。你知道楠楠今天为什么那样吗？因为楠楠生病了。就我发烧咳嗽那样吗？不太一样。楠楠呢，她这个病比较特殊，因为楠楠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就像你玩的奥特曼一样，她的脑袋里呢有一根小电棒，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触电了，然后就晕倒了，像今天那样子。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那危险吗？对于宝宝来说不危险，因为楠楠不会伤害到你，但是对于楠楠来说就特别危险。那楠楠下次要是再晕倒，宝宝愿意帮助她吗？愿意，因为他是奥特曼。我是徐子言的妈妈，我想代表我们全家表态，我们愿意楠楠留下来，我的孩子也愿意和她同班上课。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，没有传染性，没有攻击性。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，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。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们单纯的心灵，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。如果最终楠楠被强退，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种育人理念的幼儿园。谢谢大家。